Hello， 各位觀眾朋友，今日 Mia 咧就專登着住咗漢服出鏡啊！皆因今日呢一個盤嘅中式韻味咧，真係令到 Mia 忍唔住想穿越翻去感受一下啦！嗱，唔講唔知道啊，呢個盤咧叫做正方南灣首府，最近咧喺珠海嘅樓市簡直係殺到片甲不留啊！佢係由2023年年底至今啦，每一次推盤都賣到起飛啊！咁就連隔離嘅華發天世嘅 sales 咧都眼紅啦，成為咗業界買家討論嘅焦點啊！一次又一次嘅銷情咧，就已經證明咗佢嘅實力啊！咁近期最新一期咧係用咗新規嘅產品嘅高實用率啦，同埋咧幾十套嘅一個月銷量，再一次賺足晒市場嘅眼球。但係咧 Mia 個人一直認為啊，正方南灣首府係一個優點極其明顯啦，但係咧缺點亦都係好突出嘅一個盤。網上咧有好多報道咗佢唔少嘅爭議啦，但係當下呢個市場偏偏咧又能夠吸引到咁多精明嘅港澳人士為之而買單。咁我哋普通買家到底可唔可以入手呢？如果要入手，首先要避開邊一啲伏位、邊一啲坑呢？咁今日嘅話呢，我哋嚟一期全維度無死角嘅深度測評。首先我哋上基礎信息，正方南灣首府嘅佔地面積咧係8.25萬個平方，建築面積大約咧就係32.23萬個平方，容積率係2.8，綠化面積38%嘅，車位比例咧係1比0.8啦。咁項目分為2期開發嘅，整體規劃係有7座塔樓啦、8座板樓以及15座疊墅組成嘅，總共咧係2126戶。目前1期就已經交付咗啦，咁仲有少量嘅現樓尾貨啦。咁現階段嘅話咧，主推係2期嘅第7座啦，同埋第9座嘅，同埋咧係第11座。戶型有高層嘅76方到99個方嘅，大平層嘅話咧就123個方到185個方，以及疊墅產品係173個方至到187個方嘅，實用面積係去到500個方到800個方。咁高層嘅均價咧係28000起，大平層嘅均價咧係32000啦。咁疊墅嘅總價咧係850萬至到1200萬啦。咁南灣首府憑乜嘢多處登頂珠海市嘅一個銷冠寶座呢？Mia覺得主要有7大原因。第一，珠海本地國企啊，珠海正方咧係屬於國企，佢喺珠海嘅地位咧僅處於華發珠海嘅第2把手啊。咁區域嘅經濟同埋社會嘅發展層面嘅話咧，一直都係扮演住城市建設者啦同埋運營者嘅一個雙重角色啊。咁佢唔單止係政府意志嘅延伸同埋執行者咧，亦都係市場化運營嘅一個重要主體啊。提升城市嘅功能，改善人居環境，以及培養新興產業方面咧，發揮住不可替代嘅作用㗎。咁如果你對珠海有啲了解嘅話咧，你就會知道啦。珠海嘅城市更新、地標建設、公共配套設施啊，一定有正方嘅一個身影。例如啦，情侶樓嘅城市陽台啦、城市客廳、海天公園啊、新香洲嘅香山湖公園，甚至係正方雲局創業業都係出自正方之手。第二，地段位置，項目位於南灣板塊啊，喺珠海城市嘅主幹道珠海大道之上，令佢成為咗貫穿香洲區、金灣區以及斗門區嘅一個核心位置，實現咗同全市核心交通樞紐嘅一個高效互通啊！而且咧，現時仲開通咗香港直通巴士，無論咧係通往港澳定係珠海東西部啊，都係具備咗極高嘅一個便利性同埋效率嘅。第三，12年嘅省一級教育資源啊，社區自帶省一級嘅幼稚園，步行可達嘅距離，仲有文園中學嘅南平校區同香洲一小嘅加持，珠海嘅家長圈咧普遍都願意為呢一種擁有高質素嘅一個教育資源樓盤去買單啦。咁呢一個問題嘅背後咧，核心嘅係對小朋友嘅確定性嘅一個教育投資啦，滿足到家長圈3種一個心理需求。第一係從幼稚園到中學嘅一個教育資源咧，可以緩解家長對學區房嘅一個焦慮。第二就係咧對名校資源同埋圈層一個認可啦，能夠滿足家長對優質社區同埋起跑線優勢嘅一個心理訴求啊。第三就係免除咗每日長途接送嘅一個時間同埋成本啦。第四咧就係稀缺嘅嶺南山水大盤啦。南灣首府嘅園林咧設計唔係簡單嘅複製嘅古典風啊，而係新中式嶺南風格嘅一個設計美學啊。佢將嶺南園林嘅一個韻味同埋現代嘅一個建築嘅線條咧及空間嘅一個佈局，做咗一個科學嘅結合啊。既尊重咗傳統，又契合到現代啊。例如我依家身處嘅呢一個係中庭位置啦，既小巧玲瓏又通透開揚啊，充分考慮到現代人嘅一個生活習慣啦同埋審美。咁呢一種園林嘅空間佈局咧，唔單止美觀，仲充滿咗生活嘅氣息啊！再搭配大門口入門80米嘅一個中式壯闊門樓啊，每一次翻到屋企就有一種退潮回府嘅一種感覺啊！第5項目自帶3000平方嘅一個下沉式會所啦，同埋5000平嘅一個鄰里中心。向來咧，佢係一個遠離城市喧囂嘅地下廟
設計啊，咁創造咗一個寧靜啦，同埋咧充滿格調嘅一個能量場啊，設有恒溫泳池啦、健身房啦、瑜伽室啦，同埋咧同學書屋啊。向外嘅話咧係5000平嘅一個鄰里中心，就係社交嘅一個活力源泉啊。而隔離仲有我哋南屏嘅漫雪會啊，即係去滑雪都相當之有趣啊，滿足業主嘅日常生活便利啦。第6就係超高嘅實用率同埋隱私性啊。2期咧比1期嘅實用率同埋隱私性咧係有一定嘅提升嘅。例如啦，141個方嘅單位，室內嘅面積大概咧係要去到134個方。淨實用面積去到95%左右嘅，再加埋實際嘅贈送面積，確實係超過咗100%嘅。而1期嘅產品咧，實用面積只有90%。同樣嘅建築面積之下咧，2期比1期多咗7個方嘅實用面積空間啊。咁再加上私密性嘅層面都有優化啦，所以2期嘅一個硬指標同埋居住嘅空間體驗咧，都實現咗對1期一個全面超越啊。第7咧就係景觀同埋通風社區嘅佈局啊。正方南灣首府係一個南向望山水嘅，北靠住珠海大道。咁呢一個佈局嘅話咧，用大白話嚟講就係佢將最好嘅景觀資源留俾咗主要嘅生活空間啦。例如我哋嘅客廳同埋房間，北面嘅噪音就係放喺背面嘅。咁我哋每日瞓醒推開窗就係滿窗嘅一個山景同埋湖景啊。咁呢一種南面冇遮擋嘅設計咧，就確保咗室內嘅陽光充足，同埋咧空氣嘅流通性問題啊。尤其是喺珠海呢一個潮濕嘅一個地區咧，良好嘅通風效果係至關重要嘅。同時咧，又可以兼顧到隱私性啦，因為佢南面嘅一個景觀係自然景觀嚟嘅。咁呢一個就意味住未來咧係唔需要有擔心啦，有新嘅建築物會遮擋到呢一個視線或者係影響隱私。咁佢呢一個視野咧係永久性嘅，不過呢一點嘅話咧，只針對部分一個流動啦。好啦，咁講完優勢啦，咁接落嚟嘅話咧，就係如果我哋入手呢一個盤之前，到底有啲乜嘢不利因素需要大家去關注嘅咧？第一就係噪音，1期加2期總共係有6棟嘅高層啦，咁挨住珠海大道嘅，距離珠海大道最近嘅一個距離咧，只有50米啊。但係咧呢一種距離嘅噪音影響咧，係唔會隨住樓層嘅一個升高而減少嘅，只會因為超出綠化帶嘅隔音高度啦，而成為噪音嘅一個風值區啊。第二咧就係交付時間啦，2期嘅交付時間係要去到27年嘅10月份啦，即使係有國企嘅背景啦，但係對於一部分嘅人群嚟講嘅話咧，仍然存在咗一定一個心理抗性啊。佢哋認為買咗樓就係等於今時今日嘅一個真金白銀嘅付出，而去到一個不確定嘅未來啊。咁喺呢2年嘅時間入邊咧，房地產嘅市場同埋個人財務嘅狀況咧，都可能發生變數嘅。咁呢一種長期嘅不確定性咧，會持續消耗佢哋嘅一個心理嘅安全感啊。因為資金你嘅付出咗啦，但係咧又冇辦法自由咁支配呢一層樓啦。咁呢一種失控感咧，會放大佢哋嘅一個機會嘅成本啊。咁佢哋會不斷咁懷疑啦。咁呢筆錢如果我放喺其他地方嘅話咧，收益會唔會更好咧？所以市場對呢一種期樓嘅抗性咧，本質上係對時間嘅一個風險啦、資金同埋信息風險嘅一個厭惡啊。雖然係國企背景能夠消除爛尾呢個顧慮，但係唔一定能夠消除佢哋對交付時間啦、建築質量啦以及開發商承諾嘅一個配套擔憂啊。咁第3啦，商業配套。項目嘅500米內咧，只得一個5000平米嘅一個鄰里中心。咁鄰里中心通常都係以中小型超市啦、便利店啦、基礎餐飲啊、藥鋪啊，同埋一啲生活服務為主嘅。一般都唔會話有一啲特色嘅餐飲啦、社交品牌啦、高端服務啦、兒童培訓等等呢一啲嘅業態啊。咁滿足唔到對生活品質有更加要求嘅一個群體，尤其是係90後啦同埋00後啊，佢哋更加追求生活嘅儀式感啦。單一嘅鄰里中心係冇辦法提供到呢一種生活體驗嘅，所以呢一個鄰里中心嘅一個配置咧，只在於將民生嘅日常生活場景同埋消費做一個基礎版嘅一個解決方案。對於追求高度生活便利同埋多元化嘅群體嚟講嘅話咧，佢只係解決咗有同埋基礎嘅一個問題，但係冇解決到好多精嘅一個問題啊，導致呢一部分嘅群體日常購物、餐飲同埋社交啦、家庭服務嘅多維度咧，產生被迫依賴更遠嘅一個商業中心啊，或者咧係消費增加咗生活嘅成本啦，同埋交通嘅成本啦，咁降低咗社區嘅一個生活便利度啦，同埋一個幸福感嘅。咁第4啦，出行依賴，目前出行係要兜路嘅。如果從南屏嘅華發商都方向過嚟嘅話咧，需要兜到紅鶴大橋再掉個頭過嚟，先至可以翻到屋企，車程大概要7分鐘嘅時間。咁呢一個問題嘅話咧，需要等到2026年底嘅一個橫琴第3通道建成通車咗之後咧，先至可以改善啦。咁呢一種近屋企，但係咧又唔可以直達到屋企嘅呢一種割離感，會潛移默化影響業主對呢一個社區嘅歸屬感啦，同埋生活滿意度嘅。第5就係交通堵塞問題啦。
呢個係南灣大道嘅一個痛點之一啊！珠海大道嘅早晚高峰時間段咧係會塞車嘅，尤其是係南平街口、華發商島附近啦。雖然交通係便利嘅，但係一個通勤時間成本同埋高峰期會明顯咁樣增加到嘅。第六就係城市界面混雜啊！項目嘅界面有現代化嘅華發商島同埋咧高檔嘅一個社區，但係亦同時存在住城中村啦同埋廠房嘅，以及一啲待改造嘅區域啊。城市界面咧係新舊夾雜埋一齊嘅交替啦，咁感官上咧就唔夠統一啦。再簡單啲講啦，正方南灣首府之所以能夠持續熱銷，個核心優勢係在於國企背景啦、區位交通啦同埋名校資源。仲有就係產品力突出啦，以及咧稀缺嘅南向山景湖景。但係入手之前，我哋需要將佢潛在嘅一個風險啦，同埋短板作為一個綜合嘅考慮。例如噪音問題啦、交付時間問題啊。如果仲係唔知點揀嘅，可以直接聯絡我哋自家兄弟或者私信 Mia， 我哋會幫你做一個更加之詳細嘅分析。我係 Mia，我哋下一段影片再見，拜拜。